至於講一個三腳採茶葉，佢咪有個特殊嘅身段。一個身段呢，一般嚟講，我有很多淡水樹，一個阿粗把，一片有樹嘅，一片無樹嘅，來打山嘅花，哦，嗰個叫八絲腳啦，哦，有愛鋪嘅啦，吼，一條。單呢有單呢嘅身段。至於三腳採茶，佢本來佢都33年做戲，包括之前嘅大鑼鼓也33，故所以個戲呢，吼，只有一支胖譜嘅，做嘅人係時候刺激市場啦。那個嘅大鑼鼓就13年，嗰13年大鑼鼓咩大有這類弄安尼，故所以頭擺三腳採茶戲嘅上多數係安尼，吼，故所以佢不論佢嘅身段，不論佢嘅樂器。佢就係較簡單的一種，非常簡單又經嚟面前講過，非常有經濟效益的一種表演團隊。較早呢也有青島都未向有冇去賣藥嘅人講出把戲嘅，會用也33年，有青島很多一個夫妻互相來共下來弄一個戲嘅。三腳採茶戲嘅本客家人按大家當好看啦，故說較早有講採茶入莊啊，天地會芳芳。民國初年就有當到一到4年開始去學，到年度以後，加量時台灣又發展台戲，故說年度嘅三腳採茶要33年啊，跟住大家就會產生到啊，故說睇下民國10年左右呢，受到環境嘅影響，也因此個客家人也想來看台戲，但是個台戲全部都唔係講客，故所以也有初二單呢一個人嘅三腳採茶呢，去發展到變台戲，人也有啦，故所以開始大家也就做老一個蘭潭也好啦，視頻也好，大家也愛講也好，來做結合改良，開始就有台戲嘅產生。因為有台戲嘅產生，故所以目前我看三腳採茶戲當然，也大家看到嘅全部改良戲，改良時也符合到國際主要一個戲院，有戲院好做，故所當咗人數就去學戲嘅，以至於家下台灣一個人嘅台戲、客家戲嘅就有清顯啦，就相對嘅老馬中央咯，歌戲中央，好多人做歌戲。行業做採茶戲，有台戲做新戲了，新戲了以後，以所有嘅表演方式，就大家就看起來都差唔多。故所以有啲人搞唔清楚會講，客家歌戲唔咩，客家係採茶戲，按呢情形下，到目前為止，大家很經常看得到，因為有客委會成立，然後有客家電視台，故所以有客家電視台。當年都係要播，而且一個採茶，等於台戲啊，故說你看三腳採茶戲很清晰，很清難，台戲當然看得到，只是也台戲到目前為止是很多都改變的，也台戲嘅特色呢，老三腳採茶戲冇同樣嘛，佢也有一個表演冇同樣方式，當然佢創嘅東西。係呢經濟誒呢個一個採茶山歌來做一個發展，故所其實係要相當嘅特色，將留其他劇種冇咁樣，人歌有歌戲，京戲有京戲，一個採茶有採茶戲，除咗一個講嘅話冇咁樣了後，一個唱腔音樂也冇咁樣。